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台语啊三目夹，台语安尼写，台语啊三目夹。以前迄个年代物资真欠缺，若有人客乡乡要来，主人家就会闹讲，即声爱台语啊三目夹咯。当然，毋是真正要甲椅仔摕来抬，甲目夹摕来撒。意思是，就算厝内无啥物件，总嘛是爱尽量好好啊款待人客。啊，若朋友之间口述滚生笑，嘛会讲到即句。来阮兜食饭，我台语啊三目夹请你。尤其是阿舅要来，阿姑要转来，就算无啥菜，嘛爱台语啊三目夹，请阿姑，请阿舅。讲到阿舅，有一条囡仔歌。A 呀 A， 台米饲鸡，阿舅来掠鸡来抬，阿舅食无了，剩一支鸡脚绕，阿嬷捧去囥，孙仔扣扣软。回头过来讲台语啊台，有袂少的俗语，拢讲到这字台，像讲放风水鸡台无肉，就是臭蛋爱讲大声话，但是实际上无半步。过来论气求财，吉气烧台，是咧譬如讲。好气生财，啊！若抬价价高，是处罚一个人来警告别个人。啊！若这个撒目夹的撒、撒面、撒水饺、撒青菜，拢是这字撒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台语啊撒目夹，实在真趣味。